五彩缤纷，总是带予人欢乐的气球鸡龟仔，是1824年英国人发明的。21世纪的今仔日，鸡龟仔已经会当透过凹巧造型延伸，将做艺术创作甲表演的桥段。台中一个高中生颜瑞君，2024年参加美国网络创意气球的比赛，上尾也是以1只摕起品的酷旗得到冠军。颜瑞君嘛是台湾选手参加这项比赛上少年的得奖者。另外，还有一个30岁青年歌男，伊的专长是活动表演，伊总是用鸡龟仔炒热气氛。一个简单造型的凹气球，伊30秒内就会当完成。伊要受邀请到国庆的晚宴来表演，将做一个上正港的艺术外交的代言人。咱就来熟悉这两位以五彩缤纷的鸡龟仔，互家己发光发热的少年人。在制作过程当中，可能失败1次、失败2次，像鳄鱼就可能都是尝试到第3次，花费总共的18个小时。能在这个比赛中获得这个奖，非常兴奋、很开心啊！谁想要这只大鸭姐姐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气球是真的喜欢，我是认真喜欢的。他们这些孩子，哇，笑得非常开心，这就是我做表演者的一个成就感。有一只鳄鱼，它蛀牙了，它会去看牙医师。牙医师其实也很怕鳄鱼，因为他会把手伸到它嘴巴里面去帮它拔牙齿。到最后，牙医帮鳄鱼看完了牙齿，牙医师希望再也见不到鳄鱼了，鳄鱼也希望再也不要见到牙医师。那个牙医师就有送那只鳄鱼1把牙刷，希望它好好刷牙。这是件手起酷旗的故事，创作者是今年高中2年的颜瑞君。经河溪水精准甲灯料鸡龟仔灌风，回流到1点空间，就好发挥。虽然是手订一粒地铺、东铺，才佫家混做伙。过程内底除了爱欣赏凹鸡龟仔奇怪出人戏的声音，嘛要随时保持镇静。面对青帮白帮别派声音，别边惊到。颜瑞君会当打败各国选手，争做世界冠军。主要原因是因为比别人更有创意。我做一只鳄鱼好了，我可能就会网络上找可能实体的鳄鱼啊，或者是 Q 版的鳄鱼。那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，说每个不同的部位用什么技法去呈现。那有那些概念之后，我再从脑海中构思。那气球是不是实际上做得出来？颜瑞君2024年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创意鸡龟仔比赛4项指定项，倒各3项，落尾在森林奖青色做一只提起面的酷旗，和黄青色做英歌，摕到冠军和第3名。也蛮意外的，因为我是第1次参赛，而且我是所有参赛者年应该是历年来最小的。那我觉得参加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，因为其实会参加都是各国的顶尖气球选手，那他们在气球领域接触时间也有可能都是10几年以上的。那能在这个比赛中获得这个奖项，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肯定，也让我非常有成就感。比赛要求特殊设计的鸡龟仔要如何到达，颜瑞君斟酌个想开清单，时间赶表就需要卡手。前面车很多，你小心一点。好，芒果黄没有，就看有没有类似的色号啊。和颜瑞君差一岁哥哥颜瑞平已经刻意训练做彩杯歌手。等一下你就帮我用这些。160 Q 牌红色。160 Q 牌，好像没有260 Q 牌粉色5。没有芒果黄，我们去下家看看。哥哥替颜瑞君4个找鸡龟仔，早就是真平常的代志。到了就是这一家。面对真侪种型号，外行人看袂出来色水差别，伊即马溜一个就认得出来。260 Q 金属石5条。
大概知道，因为他已经跳过好几次了，然后也被退过好几次了，所以都大概知道。反正就是我当他小弟了，对。可能会稍微这样拉一下，要这样拉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差别不太一样。甘瑞君对鸡龟仔充满热情，每一个细节是真估摸，和哥哥拢学了解得起，甘愿做小弟，在你完成这条路，帮助他变专业。困难就是你要去控制它的泡泡大小，从最小，然后慢慢放大。搁一摆重现范君作品，敢若酷奇的身躯，甘瑞君上车用7条鸡龟仔安尼改凹改起，或者要听到就亲像伫咧切缝隙，思路爱清楚，技法买真熟。我那时候先做头部吧，然后身体因为编的第一次就觉得很失败，我觉得那个编织技法不是我想要呈现的样子。第2版、第3版就不断的去尝试身体要怎么编织会比较立体。除了编织技法，甘瑞君的鸡龟仔创作会遮尔巧包。都是自创的独门招式。现在就是要先松球，让它的前段比较松一点，这样才能做出比较长的形状。官方鸡龟仔中搁在外香猎豆机壳，再当甲2碟鸡龟仔结合做伙。想要试试看圆形气球还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吧。里面塞一根260长条气球，等一下在里面重贴起来去雕出它的形状。从外面的气球，然后再从里面的长条球。那我觉得会得奖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使用了很多比较不同的气球变化，例如在圆形气球做一个郁金香结，那可能就会改变它整个看起来的形状，也可能因为这样获得评审青睐。完成之后就可能要去调一些细节它的角度，然后还有加简易的摄影棚，就拍照其实也花蛮多时间，可能要花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来拍，就是你要抓到最完美的角度去呈现它。我上网去研究过，一般摄影棚大概长什么样子。冠军作品的另一边所在是真简单，内底所设计展现甘瑞君绘笔利用的卡布。这个厚纸板去回收厂捡的。鳄鱼帮我转左边一点。好，再跳过去，在旁边回来一点。就和家己菜另一边同款，甘瑞君的鸡龟仔启蒙，其实并无真正对师傅咧学功夫。我其实碰到气球是在我40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在我表现好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会送我1颗气球、2颗气球来奖励我。我当时其实连打结也不会，我可能就把气球冲起来，就很开心了。鸡龟仔若带予甘瑞君囡仔时快乐，搁安带作用，囡仔时伊去矫正发心，治疗师特别用鸡龟仔改卡，这个好时机可以杀掉后鸡龟仔。当年的网络影片报济，伊就献策家己学，拄着困难就走去熟悉鸡龟仔店找头家，苦甲伊问问题。就会拿那个图片给他看，哥哥姐姐这个照片你的脚要怎么去呈现，他们就会去拿那个气球，这样带着我手把手叫我去制作，像这个环节的编织这个胸围结要怎么捏。如今的甘瑞君已经当用鸡龟仔证明家己有实力，会当摕到世界冠军。气球艺术高手过招，严润君用气球成为台湾之光，柯南用气球带给人欢笑。若是甲红色球手，伊是鸡龟仔歌手歌男，唯一伫的所在，就囡仔夹夹叫笑声。掌声加进掌声欢迎我们的柯南哥哥。有没有没拿到气球？好，就举手弟弟，我们要呢准备气球，这是什么颜色的气球？蓝色，帮我夹住。再来的第2条什么颜色的气球？绿色。好，第3条什么颜色的气球呢？粉红色。囡仔甲五彩缤纷的灯笼鸡龟仔夹伫咧身上，再看歌男会当变什么出头？火鸡的尾巴还可以变什么东西呢？还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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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？一只非常可爱的大章鱼，给它掌声鼓励一下。
短短几秒的时间，背后加几个造型，当时掌握现场气氛，到大放上时才是重头戏。这是什么？天鹅，来，谁想要这只天鹅的身？还有。 来，谁想要这只大鸭嘴蛇？他们这些孩子看我表演的时候，或是拿到我气球的时候，哇，笑得非常开心。原来这就是我做表演者的一个成就感跟快乐来源。倒上一场点歌种的活动结束，连条线费险甘离开，飞伫咧歌男身躯边的囡仔，伊通常拢袂拒绝。这个是不是也要？还有什么？随便。我们活动表演结束了，可是我却还留下来折气球给小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今天他没有拿到气球的话，我真的觉得他可能会难过一阵子。我觉得我何必因为那几分钟时间造成他们一辈子的阴影？有求必应，不过这回歌男拄到街路随同好，准备要来试伊拗加几个功夫。我认真讲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东西。 查某囡仔手提大喙脚外布红盒，要求歌男替伊拗一个招盘。也没做过，所以真的是靠感觉去做的。我们就不做展翅高飞的翅膀，会做太久。我们大概一下就好了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喙脚我做好，造型和表情拢做甲真成。不客气。 今年30岁歌男，伊拗加几个功夫会遮尔知，其实是10年累积落来成就。大学时期，伊加入加几个魔术社，也未毕业就到街路表演接活动。不过嘛，捌拄到会真歹放袂记的困境。站在街头上的时候，你会因为你的紧张跟你的压力，做不到你本来做得到的事情。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喜。然后，而且尤其是你在妈妈来的那一刻说，我的哆啦 A 梦好了吗？然后把气球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做不出来，钱退给你。那一刻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一件事情。参赛经验，让歌男决定继续考练。若是拗加几个造型，要伫咧时间有限的表演内底，用加几个带动气氛，速度才是关键。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真的熟能生巧。你看像我们这种真的肌肉记忆，你真的不用去看画面。 30秒内完成一只突破，不是问题。若要训练胆量，歌男伫咧2019年做一项惊人挑战。我要挑战一个不一样的事情，我要在陆地上骑着机车划龙舟。在那个年代做这种事情是一个很 crazy 的事情，就是没有人会做那么疯的事情，然后就骑在路上。好，曝光完之后呢，外交部的人就联络我，他说。 我真的觉得太欣赏你的气球艺术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就是收到国庆酒会表演。然后我就可能折一只小英总统给他，就气球给他，还有做大只的给他。然后那时候送给他的时候呢，媒体要曝光嘛，就拍摄出来。我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朋友就跟我讲说：“柯南，你好厉害哦，怎么上了总统的 IG？” 七红了爱歌男一个月上侪当接到40场表演活动，表演到变过去，搁找一回出亲多地。你看酷死，整个不一样的感觉。先嘴巴，先嘴巴，嘴巴，对吧？很没默契，完了。现在谁要那？哦，对，谁要那我们丢，然后往下。我爸现在大概64岁左右嘛，然后那时候大概。 我没记错，应该是2020年，他就开始跟我学气球。然后他说：“你要不要学个气球啊？要不要学个东西啊？”都没有兴趣，没有 feel 啊。就是你越不要他学，他就越想学。所以那时候随便讲，教折一只小狗，他就很想要折球。我说我靠，有天分呢。好，再教折一个比较近，也 OK 呢，怎么可能？好，然后就开始陆续就开始越学越多。本来就有分享作品影片习惯的歌男，飞去嘛甲爸爸拗加几个模样翕来破上方，想到比伊更加出名。 每一部平均我只要破我爸的影片，那个社团里面永远都是2、3千个赞，保底1000个赞。我说哇，我自己做影片做那么久，我顶多500个赞、100个赞，我做我爸随便都2、3千个赞，怎么回事？歌男爸爸佮有歌阿爹的称号，变闹歌童，伊拢用早家己的作品当做小礼物来送。这种的吼，伊要送小朋友。 爱都爱暗时拢爱做啊！我看休息课我都在学啊，我做跳舞家己做吼，我甲学啊学，这么煞晓。
然后表演歌调就是歌男背后的迄个查甫人，当然替伊款便便。不过不要惊做工课，定定拄到意见被害所在，拢是为着这张档期。他每次都可以笑，他会自己笑得很开心，然后忘记按录影。这么好笑，好好笑。然后我就，你真的那么好笑？回头看，然后呢？没有哦。然后就很生气说，那么好笑，竟然没有录到。1、2、3就交换过去。我因为气球关系，让我跟我爸的关系更增进。虽然说整天在那边吵架，但是我觉得有吵代表感情好吗？气球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觉得它帮我完成了我很多小时候想要完成的梦想。它可以让我去让整个社会更加的快乐和谐。歌人用鸡龟仔勾画人心，简瑞君用鸡龟仔编织自信心。两位鸡龟仔歌手伫咧各自专业领域拢是冠军。